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18。加拉太书2章20节安尼讲：安尼，现在得活的毋是我，是基督伫我的内面得活。我现在得活，是靠信上帝的囝得活。伊疼我，为着我放杀性命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现在得活，是靠基督得活的天父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活命的主，是拯救阮的稳定源头。你用无限的疼来挽回阮，佮用十字架的疼护掉阮进入真正的活命。主啊，阮尊重你的名，也要感谢你伫基督的内面，恩愿显明你救赎的恩典，互阮无搁活伫罪的捆绑。主啊，阮要感谢你无煞。主啊，感谢你藉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互阮旧的性命死，自我中心甲律法主义死，通互阮单单为你来活。主啊，安尼，现在得活的毋是阮，是基督伫阮的内面得活。阮现在得活，是靠信上帝的囝得活。伊疼阮，为着阮放杀性命。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